大家好，我係2C 班嘅29號黃子彤。今日好高興為大家分享一本書。呢本書嘅書名叫做《夢境心理學》，係由安靜寫嘅。呢本書嘅背景主要係講夢境嘅探討同埋如何去解夢，仲有令我哋認識到夢係講緊啲咩。相信對一啲比較鍾意心理學或者係對夢境有興趣嘅人都會有幫助。接下來由我介紹一下呢本書講咩啦。呢本書係安靜寫嘅，作者話安靜係佢嘅一個來訪者，然之後安靜寫咗佢對於解夢同埋發過夢嘅一啲經歷，寫咗落呢本書度。因為我比較鍾意心理學，所以就買咗呢一本書。書入面介紹咗夢嘅歷史同埋一啲解夢嘅方法，其中最令我深刻嘅係解夢嘅6個基本主張。係弗洛伊德對夢有6點嘅基本主張，係一切夢都係願望嘅實現，一切夢都係被壓抑嘅願望同埋扭曲嘅呈現，一切被壓抑嘅願望都始於嬰兒期，且多屬性方面的。夢的顯性內容必與當日睡前發生的事有關，也必與童年的記憶和願望有關。夢的象徵符號是性的意念、衝突、願望作為偽裝的現象。夢的功用是維持睡眠不醒。我覺得呢一啲會令我有好多啟發，因為我之前一直都唔知道夢係其實係點樣形成嘅，但係睇咗弗洛伊德呢一啲觀點之後，令我明白到夢其實好神奇。然之後我都會開始對夢有一啲興趣。而除咗弗洛伊德，仲有榮格，榮格都係一位好專業嘅解夢師同埋心理學家。佢哋兩個有唔同嘅分別。榮格覺得夢係因為自然，所以就會成為咗有夢呢一個場景，或者係因為環境，所以先會有夢。而弗洛伊德係因為覺得個性或者係童年嘅創傷，所以先會有夢。呢個令我感到好深刻，因為我理解到夢同埋可以嘗試解夢，所以去分辨到一啲人嘅事實咯。我好鍾意作者，因為我覺得作者可以毫不忌諱咁樣講晒夢入面嘅一啲嘢，例如用夢去表達性嘅需求或者係其他。喺望到呢本書之前，我係一個唔鍾意睇書嘅人，但係當我望到呢個封面，我就被呢本書深深吸引咗，於是買咗呢一本書。我亦都開始慢慢探討心理學，而其中都令我認識到夢係點樣嚟嘅，同埋一啲夢嘅事實。我都試過根據呢一本書所講嘅嘢，去對同學或者係朋友做出一個解夢，而最後真係可以解到佢哋當時做過啲乜嘢，所以先會有呢種夢。人嘅心理意識同埋夢似乎都有一種唔可以分割嘅關係，清醒同埋做夢之間有住一片我哋當代心理學仲未深入了解過夢神秘嘅地帶。夢只不過係弗洛伊德之前講通往潛意識嘅大道，但唔止係榮格講咗為咗表達心入面嘅平衡，而係潛意識同意識之間一種微妙嘅關係。睇完呢本書之後，我覺得自己其實係比較鍾意心理學嘅，我亦都會推介呢本書畀其他人。最後，我覺得夢境心理學係一本好好嘅書，值得大家觀看。呢個係我嘅分享，多謝。